唉，冇咩魚釣。唉，擺咩咧？有咩好擺咧？唉 ，Hello， 係我點小二啊！今日又過嚟夜水去釣吹筒。依家喺呢個九洲碼頭遊艇會碼頭出。今日坐艇仔啊，遊艇仔啊！哇，藍天白雲好靚。條船應該喺前邊。今日係1點鐘出啊，釣到聽日6、7點啦，6、7點返通宵。好熱啊！嗱嗱聲上船。好，上船。呢條遊艇啊，參觀下先，好似好犀利咁啊！入咗船艙瞓覺啊！嗱，而家3條友啊，開住冷氣，爽歪歪。到達釣點啊，開竿，準備撈粗嘢。風和日麗。太陽落山啦，準備開始吹筒。哇，舒服，涼浸浸。今日呢條艇好大部，坐6個人，非常之正。今晚就喺船頭度釣，靚到飛起啊！環境幾靚，哇！條船幾新啊，個靚女幾靚女啊！呢個船長，開餐啦！船長煲呢個咩飯嚟㗎？介紹下。哦，肉餅呢個四季豆係嘛？四季豆啊，勁抽啊！好，視頻裏的人啊，健身啊！我掂我碌住啊！抽魷魚好爽啊！兄弟們，大家一齊嚟玩啦！今日係呢個南海獵人號啊！主播又幫我做廣告啦！哎呀，多謝老細！啊，呢個美女船長喺度開緊直播啊！哇，呢條火箭得食，大碌，舒服。上半場啊，5斤左右。啊，繼續努力，即釣即食啊！哇，船長識貨。冇得頂啊！煎到不得了，靚到飛起啊！可以啊！唉，稱一稱啊！OK， 放手。幾多啊？6.2 kg。6.2啊！12.4斤。哎呀，弱雞咗。咁啊，收工啦，兄弟們，下水再見啊！聽晚再見啊！點小二啊，下水再見，就聽晚啊嘛。換條船嚟玩下。天光啦，幾靚下。6.2咁。夜色啊，水。翻張魚鑊啊！差地啊，唉，金水差地，唉。